狗啊阿光因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光，阮兜有6个人，有阿公、阿嬷、阿爸、阿母，阁有我甲小妹。我的阿爸足厉害，伊教我足侪代志。阿爸下班了后，定定拢会陪我耍球，嘛会讲故事互我听。我的阿母足温柔的，平常时爱斗照顾厝边的囡仔，我嘛会斗做厝内的工课，亲像扫涂骹、拖涂骹、洗碗、洗衫，安尼阿母就会当专心照顾囡仔。这是我的阿公甲阿嬷，我上喜意甲因去公园散步，因为散步了后，因会带我去食点心。这是我的小妹花花，阮甲伊的佚佗物仔拢无共款。花花伊喜欢耍办公伙仔，我较喜欢耍回轮机。毋过，阮逐工嘛是会做伙耍，分享家己的佚佗物仔。若到拜六礼拜，阿爸母毋免上班，阮就会当齐传点心、炸相机，斗阵出去佚佗。我上喜欢阮兜的人啊，